明心万主之地，对诸诸行，温调诸山离佛离同心爱兄，上行3拜，1拜，再拜，3拜，为你。一定代表迎上天地平光，甲孤灵晴天鲜花，专策忘忧报春晖。烟花情歌，因怀甲孤敬献歌，一心公益别。情歌献歌，锦端春风秋万古幽，胸怀亲温迎不休献端。用最亲爱的大有代志，迎上票收的一票收，再票收。3票收起，所以高比主大些，亲家拜见，亲家问候，也是伊代表人，请一同来致见。来，好家官请跪啦！亲家问候，也是伊代表人，请一同来致见。天因切题如题，地路情因因缘起，亲家还表弟，亲家亲家亲兄弟，上行3拜，1拜，再拜，3拜，为休。一定代表迎上天地情花。夜光情歌，夜歌情光，夜光，用以上一定为迎上吉祥的意吉祥。再吉祥，3吉祥，连行一座靠下，请各位家庭的进行到这，如果和我做有着，要甲咱邀请的亲朋戚友，请咱一同来致见。地主在拜见，来蹲在，一言代表领导建立烟花，夜花，点歌，夜歌，点端，夜花。用以将
因为两上笑修的一笑修，再笑修，三笑修，所以是讲向遗嘱大师。家边的事走入，今咱们来进行着一贯的对书的礼，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讲论师。各位单主、家人、大家，亲朋小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感谢咱不挂手机，谢谢咱的单主、家人、大家，有这个说我就在提出这个时间，一点点好。我呢，你关键你会听透对的特别意见。让我们一社会来演员对书感恩感谢，并靠发着就将来做心情延续下。就将来说我出台的意见意见，以及如何如前的表现，如今光王各满安详自由。今日如正的规定，首先来说五条改变，精彩的一天灿烂辉煌，下心反射新的理念，新的他下些我们推广交流，为中人才开放海内外。不过这样，有个反射的风光，速度加加，高马要不给如今是两个人，用的是咱虽然是慢慢काम小丸引照白晒凉凉来喐，其他贵贵本位，这条因为是是自然是容易，是令人赞叹那后发的生命，并是咱如何精神中就的变换。今天特别提醒，咱以一贯的对书礼仪来进行，一贯的对书礼仪开始走着。亚新文长社团。第一阶段，咱来持续练心经，用经是上目，一贯的力量救苦心经，由咱新文合社团全体成员带领着咱的道心一同来助念。佛说力量救苦心经。乃为长期学习，关本还原，为因学定是真道，一切真道大道，当精心而修，一心修炼，始终如一，不改之志，可扬不退。一业三心六品之见为。今天来说，本是一贯的平安山有精神，所有在心在想，在处上讲本事，上天之心，你的做出同时，这个我付出，我对菩萨有了感谢。何时你安稳，就了我就有。
将来书来接，已经尽心尽力地行过了人生这一世段岁月。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是为命足是永恒不朽的。因为是你在你的家中会当得闻到一贯的胜利军团，但愿你放下一切人言，专心追随你的做事。这个我自尊，我为菩萨做了敬仰有名。使你的生命在未来的前程更光明、更相信，净化自己，度化他人，让人世间早日成就利益感恩。如果有这样的书来接，在这个你上需要学习的事情，阮甲你的家人为你读慈祥利益自己，一处清净功德。回向给你，嘛恳求你的所事，这个我们自尊，我为菩萨做了敬仰为你，何时将作利益。